事隔半年，再赴東曉。嗱，貴悅東曉咧首次實體示範區咧已經開放啦。之前1、2棟咧賣得幾好，大家清楚啦。今次咧有啲粉絲福利啊，嗱，3棟全新加推，媒體開放嘅啫。今次就由我帶你睇下佢有幾正啦。廣州商續中心曉港公園板塊10幾年嚟首次嘅新盤，所以年初一上市即刻深受街坊嘅熱捧。作為越秀廣府系嘅樓盤啊，業主會所當然都別具廣府氣息啦。所有嘅細節啊，老廣嚟到都能夠喚醒到佢情懷嘅回憶。優越嘅地段做到項目去廣州邊個商圈都真正方便。隨住最後3棟嘅加推，貴悅會所亦都正式開放，有俾業主隨時研究國粹嘅棋牌室，仲有小資一族都好中意去放空思緒嘅 coffee bar， 約上閨蜜過嚟嘆杯啡唞一唞，打卡唔使再去東山口。古語有云，食在廣州。雖然我哋過條馬路就係廣州3大名苑嘅南苑酒家，項目會所依然為業主準備好呢間裝修豪華嘅私宴廳，所以無論你想家庭聚會定係親朋宴客，呢個亦都係一個體面之選。配備業界專業 input 設備嘅室內健身室，最緊要咧佢有一個好好嘅時間管理。無論你想4點鐘睇住日出健身亦得，夜晚睇住日落望住曉港公園健身亦都得。壓軸加推，最後3棟全面升級，創意空間可以睇翻我上條影片，但僅受預約參觀嘅實體空間更有驚喜，84至120平南向高實用新規3/4空間。如果你都想嚟實地感受，就快啲聯繫我，幫你攞個名額啦。